好多人想睇鬥牛，以往都要遠赴外地先有機會，估唔到今次喺香港八鄉水盞田文錦路上，直接上演咗一場免費街頭鬥牛。事發喺錦上路近金水南路嘅馬路中心，兩頭野牛喺路中用頭同牛角瘋狂互頂，僵持打鬥，場面架勢十足。片段入面，啡色野牛稍佔上風，將黑色對手猛推至行人路花槽，之後黑牛轉身往石崗方向奔逃，野牛追逐幾步後先至停下。呢一幕突發對峙，令途經嘅雙層巴士、私家車全部被逼停低，一眾司機同乘客喺路邊駐足觀戰，就算遇上塞車，大家都睇得津津有味。呢場突如其來嘅街頭對決，都算係難得一見嘅都市趣聞，呢種意外小插曲都真係大開眼界。